突發咗一個好嚴重嘅痛風嘅問題，只可以以輪椅咁樣去代步，冇辦法自己行路嘅。3個月左右咧，咁相應嘅症狀咧已經全部減退。咁另外一個案例咧，就係一個55歲嘅男士啦，佢係有一個多年痛風嘅問題嘅。咁平時咧戒口咧已經戒得好清噶啦，所有嘌呤高嘅食物咧佢都已經冇食噶啦。咁但係咧喺1個月前突然間咧突發咗一個好嚴重嘅痛風嘅問題，啲手腫晒啦，隻腳亦都嗰啲關節全部都腫痛得好緊要啦，令到佢咧係只可以臥床啦，平時出入嘅話咧都只可以以輪椅咁樣去代步，冇辦法自己行路嘅。咁而呢個病人咧，佢亦都係屬於咧自身免疫系統嘅病嘅其中一種，就係自身免疫系統去襲擊佢嗰啲關節，誘發到佢呢個嘅痛風嘅問題嘅發作。佢跟翻我哋嘅治療計劃啦，3個月左右咧，咁相應嘅症狀咧已經全部減退，而家已經可以咧自己用一個拐杖咧自己步行咧係都係可以。嗰啲嘅腫痛嘅問題已經消退啦，尿酸嘅指數咧亦都係回復翻正常嘅水平嘅。